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7日AM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现在。咱继续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局伫下晡针对今年第9号风台罗碧发布海上风台警报，而且也讲到这粒风台会向中国福建沿海划过去，沿路上北，可能会影响到金门、马祖、澎湖地区。另外，车力上届接近台湾本岛，而且这风台的外围环流会增加西南风的强度，到时阵中南部的雨水会变甲真大。受到低压带甲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下昼出现强阵风甲大雨，雨势真大。多像风台天，这款的天气恐惊也会继续，因为第9号风台罗碧早期形成。下昼2点半，中央气象局发布罗碧风台的海上风台警报。这个台风在明天登陆了中国之后，还是会持续以偏北转东北的方向前进，大概在5号的晚上。6号整天到7号的上半天会逐渐的通过福建的沿海，在这一段时间，它的暴风圈很可能也会对我们的金门、马祖甚至澎湖构成威胁，因此气象局呢也有可能会针对这几个地方，在明天下半天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根据气象局资料显示，罗碧风台下昼2点的位置伫东沙岛沙北方海面向东北转北进行，将对台湾海峡甲东沙岛海面造成威胁。特别注意的是，这个风台侵对流伫中心以南区域，拄好是大气压西南风上强烈的所在，伫风台就把过程外围环流会将强大西南风水气传往台湾中南部地区，要注意。因为它的外围环流偏强的这个西南风，也可能会为我们台湾，特别是中南部的地方带来比较明显的降雨。那这样的一个降雨，基本上从这个5号、6号开始，应该就相对会比较明显，一直持续到7号到8号。气象局也提醒，风台路线有变数，不排除中心提早登陆中国，结果受到迫害，强度也会减弱。不过，无论是风台还是热带低压，拢会影响金马澎湖，民众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南部，即几天这大水雨势落袂离，真侪山区都发生水崩山的灾情。高雄的丁基林外道路加台27线四边山庄正路段也拢放弃，目前正咧想办法拍通。另外，台南连家局这山区道路也因为落大雨造成水崩山，一寡土沙石啊拢冲入去林家厝内面，目前也出动国军来支援。那讲到海边的部分，屏东红港因为海流甲风影的关系，甲一寡茶库冲入渔港，渔船说是无法度出入。土石出落来挡伫山路，怪树啊南河抢通，电力大水河造成高雄山区的长期另外道路，台67线四平三中前路段顶，几个所在土石绑起中断。工作人员只会当探着雨停，也是雨较侪时阵抢通。14.5 K 跟15.2 K， 它有土石崩落，目前抢通单线，都雨势有稍停的话，有雨势有断歇的时候然后我们会抢通到双线。新丰泰路票已经形成，林管处表示将会加强监控附近路段，有状况时派人抢通。大雨冲洗也影响到台南龙徛甲桥镇顶山区道路、地区道路地基放弃，几个所在土石出落来，土沙甚至冲入民家厝。雨就从要冲咱内面入到即个河顶，安尼拄即个悬绵，我就赶紧甲乌即个空乌流。阿兵哥会早来清一补清，到11点半因天困，你食饭讲下晡要搁清啦。下晡阵啊落大雨啦，讲无法度通清啊。市府紧急申请国军支援，协助居民清理家园。因过大雨一直落，甲风台恐惊影响清理甲抢土进度。龙徛两处绑起的道路也在抢修。龙徛区长表示，必要时将撤离居民到避难所安置。因过受到歹天气影响的毋那山区，屏东红港渔港初时早起，雨水查塔湾海面，江边的渔船无详细看，也继续停伫落瓜梅中。西北风甲影的关系，将一寡漂流木佫诱导出去，下载啊。搁塞入来，这个港嘴凸起来，另外开一个北边那边开一个港嘴，来甲改善。官府出动大型机库清理加上土楼，互渔港暂时恢复功能。不过，一个风台季加上陆地大雨冲洗，都塌港清理这档地标无法度治本。当地乡公所甲民代顶有缘希望争取重新改造、改善渔港环境。记者综合报道。伫高雄洪山中期里一寡所在，因为因的地势较低，10多年来建摆落大雨就建摆淹水。针对着这个问题，市长陈其迈也讲，会甲农委会做讨论，拍算做一个扣水池，解决洪山淹水的问题。
高雄红山府前路7月中因为强降雨直接变成溪流，但这已经毋是第一摆。10几年来，每一道拄着大雨，红山中义里也就是市府的红山行政中心附近就会淹水。附近的车店每一摆落大雨都要刷车搬零件，非常的困扰。这个地方它又没有办法去做那个防水闸门，因为它会从那个排水孔倒喷出来，所以做那个其实没有用。下大雨超过75毫米，这是天灾啊！你不能老是叫我，意思是叫我们说，在这一段期间叫我们里面要忍耐吗？那么我们就6、7、8、9，那么我们就不用缴税了啊！一直淹水，互里长不满认为，中义里根本就是红山的避风地之一。里长甲民代希望市府面对极端的气候，会使有关防洪的标准。市长陈其迈表示，会伫农委会红山万一试验所做出漏的管制，设法解决淹水。凤山地区的这些包括曹公郡的分流，跟有一些的这个雨水下水道湘南干管的一个改善啊。那第二个就是可能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园艺试验所能够出流的管制可以把它做好。虽然市府当地想办法改善，但新的风台卢比已经产生，恐惊这2天开始就会影响到外岛甲台湾。我们已经请自来水公司地区区管理处将上游集水区的澄清湖预先排供40万吨的滞洪量，以减轻下游排水的负荷。地方地顶建设需要时间，但对淹水已经淹10几年的里民来讲，恐惊袂赴。但希望这摆风台的雨会当较细，莫互因搁面对淹水的噩梦。记者高雄报道。伫今仔日我倒仔时，伫台中中区的成功路发生过的工作人员咧修理地下加速管的时阵，拢无做检测，结果这5个人去输着加速魂飞不醒。虽然经过抢救已经恢复生命现象，不过到今拢也未脱离危险期。消防车开入去真下车路，随时布设水线。台中市中区成功路4号瓦近中道传出加速泄漏，有5个加速公司的维修人员伫地下暗坑，消防队出动7个分队到场，惊发生起爆意外。阮到来种就有啊，根本加速足重的啊。第一时间货包到场的时候，那就已经发现5个工人，对，都已经受困在涵洞里面了，对，那没有意识，呈现昏迷的状态。那我们赶快把这5个人都救上来。救上来之后，初步评估都已经呈现 OK， 没有生命真相的状态。行政加速公司表示，最近连续落大雨，好亲像因为雨水泄漏去加速管线，造成无法度正常供应。车三道派工开挖，要找泄漏的所在。台中市路警处调查发现，今日早起5个包厢的维修人员，伫进入地下2公尺深的暗坑的时阵，因为无最好通风的防护，致使着受到加速昏去。早上回报回来有止气，止气之后必须要先止气完，然后把管切开，才能够放下去抽水跟取水器。那至于发生的现场的状况，我们现在还在厘清当中。包商他并没有去做现场的检测、通风，然后换气，确认现场是不是适合作业。那就在没有安全的通风换气防护设备的状况底下进入现场来作业，那造成吸入大量的这个瓦斯，也就是所谓的甲烷气体的这个情况那昏迷。这5个受伤的人分别送到中国医药大学附设病院、台中病院、平顶定性病院。台中市长罗秀燕下晡前拢探视，目前经过插管了后，拢已经恢复心跳，不过目前还未脱离危险期。台中市劳工局是裁定，行政加速甲包厢拢违反着职安法，会国罚30万块。详细事故的原因也有待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0个本土病例，又一个带病入境。另外，讲到开放游泳池的问题，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收水选手的训练计划会量早进行。一般游泳池也会开放，不过就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另外，也讲到国产的高端疫苗，伫8月中过后，民众就有机会注到啊。新冠肺炎本土疫情拜三初是新增加20例本土病例，个案分布以新北市14例上多，佮再来是台北市5例，桃园市1例，无新增加死亡的个案。新北市有14例不过大部分都已经匡列起来，主要的来源是2个家庭，一个是2个群聚一个是家庭的群聚。
本土疫情稳定，顶礼拜疫情警戒对3级降到2级，不过游泳池这场所依然是无开放。游泳池业者甲相关团体呼吁，选手有训练的需求，希望指挥中心应解除禁令。对此，但是中讲，选手训练计划真完备，应该赶紧进行。不过，一般游泳池依然必须制定防疫的计划，报地方核准才法度来开放。平时的时候就要包含了相关的人流的管制、实名制。好，那也要做分时段的开放，然后定期在分时段的中间都要做完整的消毒。另外，国内新冠疫苗注射继续进行，即阵总计已经855万人次已经注射，疫苗注射率是34.41%，这次的人口比率是36.19%。不过有6例已经做完2剂疫苗，依然是确诊，主要拢是 AZ 疫苗，加在拢是轻症。2剂完整接种后的第14天以上，就是只有6例啊。那在我们的突破性感染发生比例约0.002%。另外，新增加7件疑似疫苗注射了后发生死亡的事件，其中6件是注射 AZ， 1件是注射莫德纳，是不是跟疫苗有直接的关联，也有待调查。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这阵疫苗剩的数量，中央甲地方要93万8千外剂 AZ 疫苗，莫德纳要66万外剂。另外，外界关心讲国产的高端疫苗什么时阵才注会到，但是中讲8月下旬应该是有机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湘北地区对昨开始开放餐厅内面会当用餐，不过所有确诊者去过百货公司行大过，有几间百货公司伫今仔日拢进行一个消毒也停业一天。台北市伫今仔日就5个本土病例，新北市也有14个。市长侯友宜表示讲，这个病例是甲邦桥某一间病院的群组感染事件有关系，另外也有大港户感染复释，目前已经有8人染病。远东百货邦桥中山店进前有员工确诊，初时赶紧来停业一天，门口规划检查区，机动检查队来进驻。新北市长侯友宜讲，已经安排中山店852个员工来进行检查，即阵521人检查是阴性。所以我们一定把所有钱款全部匡列、全部裁剪，相对的也公布足迹。若市民朋友有在我们公布足迹的当天有到元宝，可以到我们社区筛检站来做好筛检。湘北宣布开放内容，不过亲像邦桥中山店、宝庆店陆续出现员工确诊。侯友宜讲，防疫袂使来放松。新北市初时新增加14人确诊，连续2天确诊数达到双位数。伊指出，主要是邦桥有医疗病院爆发互相相互感染，大部分是病人去挖到。另外一个是交互感染的情形，造成8人去挖到。总计看管7通报，台北5个案例，贵人2个案例，也有高雄1个案例。还有呢，他的同住的2个女儿。以及儿子、媳妇总共同住的6个人的感染，再加上另外1个女儿的感染。另外，台北101购物中心也表示有员工确诊，感染源也要等待调查。初时赶紧闭关1天，台北市府卫生局包列20人，另外台北市初时新增加5个人确诊，就有2个人感染源不明。还有自主健康管理有6个人，我们也都安排采检。那另外。其他的接触者，我们也匡列了自主健康管理31个人。这些滤过性病毒也没有理由说3天以后还在那里。一般来讲，科学上应该是不会，所以我们有放宽一下。对着湘北开放内容，郭文铁认为爱观察2礼拜，也修改百货卖场超商的维持营运的指引。若是确诊者卡列发生在3天内，至少要停业24小时。若4天以前，隔天就使恢复营业。郭文铁也宣布开设特别的门诊，长期来追踪照顾甲围着人，包含身体甲心理的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前台北市长霍荣斌今仔日去到法院，声称要冻结高端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针对着这款行为，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虽然这是伊个人的行为，不过也认为讲家己无想要做，别人也是爱做啊。台北市长高文哲也跳出来表示意见，认为中央政府是咧逼民众就爱做国产的疫苗。前台北市长霍荣斌初时再去前往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申请停止高端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霍荣斌除了再一次质疑高端的保护力，也表示，若做伊也是台北市长，会抵制中央的决定。我在这里，我也呼吁所有的地方首长不要配合中央施打一个没有经过科学验证没有证明保护力的高端疫苗。卫福部长陈时中对这件代志表示尊重，也阁希望唔通叫大家莫去做疫苗。这个打疫苗大家就是不要去呼吁说不要施打了他自己不打就不要打别人还要打了
那第二，当然他个人的一些法律行为或相关的，我们还是尊重。陈时中表示，目前高端疫苗有4批产品完成封签，10批疫苗等待检验，有8批需要补件。补件的原因主要是文件甲原报告有重大，拢是小问题，查清楚就会使。而且上近8月底开始做高端疫苗。也毋过，台北市长郭文哲是批评陈时中这个讲法伤肯定，而且中央政府关系到高端疫苗的决策，无法度互伊相信。有记者问他，他就说：“你不打，还有别人要打吗？”我跟你讲哦，执政不可以这么傲慢。为什么台湾人民一定要逼大家去用那个高端的？到现在为止，民进党在疫苗所作所为，没有办法说服柯文哲。若是是毋是认同郝龙斌的讲法，决定政府卖配合中央做高端疫苗，郭文哲无回应。另外，捌担任民进党的发言人律师黄帝英，伊是讲，无论提起诉愿，还是申请停止执行行政政论，必须是处分相对的人，还是利害关系人。郝龙斌的身份好亲像无符合，法院有可能无受理。高端疫苗对于这件代志，我无回应，敢若表示会全力投入疫苗开发生产，也感谢挖近100万国人选择高端，做伙建立台湾的群体免疫。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一年疫情是遐尼严重，要到10万人染病死亡，这内面就1200个是医护人员。来讲到南韩的部分，为着要体谅医护人员的辛苦，出动有冷气的巴士当做医护人员的休困站。另外，伫泰国的护士也有一个少年的师傅，用着普度众生的心情，要来甲医疗单位斗3工，做伙对抗疫情。大目镜外表看起来真斯文的马哈彭峰是泰国首都曼谷苏提瓦拉兰市的副主持。庙市内底出家师傅即天伫家西以外，也会套着防护衫，大家也拢挂着喙罨，随着医护人员来到寺庙附近的社区，请民众赶紧来注射疫苗，也是斗3工来进行病毒检查。对伊来讲，即天每天伫佛祖頭前上經是共款的，拢是伫咧普渡即個眾生。 อยู่ได้ก็เพราะว่าอาศัยญาติโยมในการดูแลเรื่องอาหารบิณฑบาตก็ดีปัจจัยสี่ก็ดีและถึงเวลาแล้วที่พระสงฆ์เราจะมีส่วนเล็กๆน้อยๆช่วยเหลือประชาชนอย่างน้อยที่สุดก็ให้กำลังใจ 印尼的医护人员就无泰国的同业遮好运啊！两个东南亚国家拢在过去半个月进入上新一波的疫情的高峰，一天新增加确诊比例拢创下新高的纪录。 印尼的累计死亡比例接近99000人。美联社报道指出，这其中有超过1200人是医护人员，有将近半数是伫治疗患者过程中去挖到的，最终不幸过身的医师。帕勒比医师家己就表示，确诊的患者2摆被送入病房去治疗，伊好起了后又开始来医治病人咯。Untuk penanganan sekarang kita lebih ekstra dibandingkan tahun lalu karena pasien COVID saat ini jauh lebih meningkat 3-4 kali lipat dari tahun sebelumnya di saat peningkatan kasus tertinggi di awal Januari dan Februari. 对着这场严重的疫情，有的国家的医师只好冒着风险经落去，有的是由政府甲民间给因真大资源。这是韩国首尔东平属有行启道的南洋洲市，这台冷气巴士原本是警政单位机动来调度，伫迄小厝也是凶案的现场，互警消人员会使小可休困的场所。随着北半球真热天气甲疫情同时来侵袭朝鲜半岛，韩国部分地区上悬出现38度的高温，其他的所在也有30度以上。 有机会会使利用这个所在，医护人员讲，虽然只是小可休困一下，也是感觉真欢喜。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伫咧欧洲的东南部，最近天气唔那热，甚至阁超过50度。欧洲太空总署的观测显示，讲即个土耳其甲塞浦路斯温度，伫即个月已经有2天超过50度啊！这高温也造成火烧山，火也拢拍袂化。 星期暗，希腊首都雅典北部20公里外，松林野火烧甲照光夜空，真侪民家厝汽车遭烧害。当局下令疏散更较侪居民，出动500多名的消防员，10多只的无人机甲300名警力来拍拼拍火，保证希腊当遭遇30多年来上严重的烧大。 连日摄氏40度以上的高温加上强风，伫各地引起80多件松林野火向海岸地区传烧，造成火车甲部分高速公路中断，首都电力供应也受到影响。另外，土耳其为7月28起各地发生156场松林野火，南部土耳其甲爱琴海沿岸尤其严重，至少造成8人死亡。突发圣地马尔马利斯
撤离情况，农民将牲口赶到海边避难，消防队落空拍火，民众斗相当流最大。虽然大部分火场已经控制，也有11场的大火正在烧，摄氏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大暑，拢不利救灾。 Şu anda bölgemizde olan yangından dolayı işte yangını önlemek için çalışma arkadaşlarımızla beraber yangının müdahale etmeye çalışıyoruz. İşte yangın önünü kesmek için ağaç motorlarıyla karşılıklı şeritler keserek yangın mesafesini düşürmek için. 野火也引起政治吹乱。安卡拉当局弹出追求独立的靠着工人党香港阴谋论，也毋过无实质的证据。伫政治考虑之下，也只会当接受关系较密切的国家协助救火。另外，伫巴尔干半岛高温强风同款造成野火真紧燃烧。克罗埃西亚海边度假胜地特罗吉尔野火用2天才得到控制，也阁有。 北马其顿的可卡尼野火烧害几栋厝，也佫造成真侪野生动物死亡。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甲观众朋友插播一个上新的消息：咱台湾自泰国大赛李应元以健康做理由，向总统蔡英文讲要辞掉职务。蔡总统允准了后，人事令伫咧9月初1会正式来施行。 公共卫生学者出身的李应元，捌做过自闭的副代表、行政院秘书长等等的职务。伫去年6月，总统府宣布李应元担任驻泰国代表，不过正是以健康做理由，讲要辞掉职务，任期只有1年多尔。讲到即阵疫苗平台开放，互民众去登记第2档的预防针，不过也有时大惊讲未晓用电脑，敢会抢无疫苗咧。伫咧新德市的部分是特别向中央争取65岁以上的时代会当做册单通知，即马也已经确认讲会替所有65岁以上时代安排注疫苗时间。医生详细甲民众说明预防针注了爱注意的所在。 针对65岁以上时代第2档预防针，新德市经过向中央争取，确定会替老大人统一做册，唔免上平台预约，只要等通知就会使。民众嘛感觉这款的做法较好。需要造册啦，因为老人家有一些电脑他不会使用嘛，那这个部分的话，还是得麻烦政府去帮忙人民这样。老人家他可能不太会用手机的话啦，那可能只能靠他的子女吧。目前新德市有超过8成的65岁以上时代已经做过第1档预防针，接下来同款会主动做册，通知时代来自第2档。未来我们会透过原有的这些资料持续造册，然后发通知单，邀请他们来施打第2剂的疫苗。我还是会持续提供3个贴心的服务包括免费的这个疫苗计程车，以及富康巴士，还有到宅服务但是65岁以下唔知安怎登记的时代，市政府包设疫苗服务专线，只要提供基本的资料，就有人安排注疫苗的时间。记者刘君豪新德报道。讲到第32届团结金曲奖，有真侪优秀剧团甲作品入围，而且这回特别奖是颁发予已经过身的四海唱片创办人廖庆元，甲歌戏的人间国宝廖庆基老师。以昭君出赛做分界，对舞台音乐服装到表演拢正有路，展现无限无共的民族风情。女主角王昭君由新团歌戏团东跳小段周明义演出，这出新团年度大戏《昭君丹青元》入围第32届团结金曲奖，包括最佳团体演出奖、最佳编剧奖、甲最佳导演奖等等6大奖项。新团歌戏剧团已经第32个年头啊。小团其实要来甲这出戏做起来，其实真无简单。老师嘛就拍拼，一直甲阮募款啊，吼，甲阮这个，互阮这出戏会当演起来。除了昭君丹青元共款是戏剧表演类6大奖项拢有入围的作品，又阁有长美魂歌戏团的《光华之君》，甲春美歌剧团参金鸡演社做伙演出的《雨中戏台》。小圣经是我的命。规个过程这2团本来是一个传统班本来是一个是现代班，一个南一个北。结果阮咧排戏甲演出来迄期间2团的迄个斗阵
拢足融洽的。其实就证明了，让台湾本土长成的这个传统戏曲，是在现代来讲是受到肯定的。这届团嘅金曲奖戏曲表演类嘅特别奖颁予人间国宝廖庆基老师，出版类特别奖颁予树海唱片已经过身嘅创办人廖庆元先生。10月初9就会正式颁奖。记者民警林学凯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26度到32度，中部地区对26度到31度，东部地区对25度到30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2度。要来看外岛地区，对26度到32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暗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